我常常写完之后就忘记自己的作品了，都忘了。你们可以要求就是多唱一首，我会弥补你们的。然后一次这样就会唱不完，唱错一次就要唱一首，会不会累啊？真的吗？我看你有的就傻傻的人，孩子，感觉好像你在看电视哎。有点那个，有没有什么高潮迭起？我没办法这样。好，我唱一首比较好玩的一首歌好了。这是一首日文歌。日文。对，日文真的是日文。但我写的，但歌词是请一个日本作家帮我写的，叫新留香。因为我很喜欢有一个偶像，就是一个日本歌手，他是我的偶像，我想要帮他写歌。那个偶像叫安室奈美惠。对啊，我不知道啦，哇，可不可以他完成原住民小小的梦想，去投资我？因为我知道我还特别去看他演唱会来台湾的时候，然后后来又有机会去冲绳，跟安室奈美惠是日本冲绳的，日本冲绳像日本的原住民，因为在对日本人来讲，因为冲绳是一个很爱唱歌的，那边的居民是一个很爱唱歌的族群。然后听完他的歌，看完他的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决定要写歌给他，就写这首。很时尚的，真的不骗你们，而且很适合他跳舞的，真的。要不要听？要。不想听要算了。拜托，你们讲拜托。拜托。我知道我心都很软的。好，那这首歌写给安室奈美惠。对了，我一定要讲，就是有相机的就拍没关系，录影就拍，帮我寄给 email 给安室奈美惠。好，拜托哦，你有他的 email 吗？帮我去问一下，看有没有亲戚认识他的。来喽。